嘉义市的教育处最近和市内幼儿园合作，做伙带家长甲囡仔做伙去参观放门车头、临体车库园区等等的景点，希望让囡仔会当来了解嘉义的铁路文化。转车台是让什么东西转边？火车头。哦，这样我终于搞懂了。幼儿园的囡仔伫临体车库园区内底，甲参加活动的人做绍介。在伊早时，嘉义市的5凤幼儿园举办临体文化的亲子活动，让大人甲囡仔会当入摆嘉义林业铁路文化。我囡仔伫大班嘛，所以阮今日来行几啊届，囡仔大概来拢有无共款的发现，所以好办这个物件，互囡仔会使愈知影讲咱家己在地头上有啥物物件。因为我本来都不知道转车台啊、转车器是什么东西啊，经由他们从学校里面获得到的知识，就顺便教给我们。为着要发展在地文化课程，5凤幼儿园以百年临体做主题。带家长甲囡仔来到北门车站铁路车库园区家己制裁所，希望囡仔会当为细汉就知影地方的文化。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这样的文化的概念，可以从小扎根，让孩子知道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。为了世界遗产登录去继续做努力跟教育，所以对于小朋友的延续嘉义在地的文化非常的重要。有家长就表示，平常时其实袂专工来到这种所在，学校透过活动，甲临体相关的课程拢夹做伙，毋但创造真好的学习机会，嘛传承家己特有的临体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